練習2，我是順風耳，聽力測驗。請你斟酌聽音檔了後，回答下卡的問題。阿俊啊，自細漢就對因阿爸出海掠魚，逐工天還未光就愛出門，有當時啊，閣愛舞甲3更半暝，才有法度轉來厝，實在是足辛苦的。阿俊因阿母負責佇菜市仔賣魚，袂少人客攏足愛來甲因買透抽、紅目蓮、卵絲仔甲蚶仔。即陣阿俊啊，已經要讀大學啊，伊考調行銷的科系，希望有一天會當甲因兜的魚仔銷到外國去。